外来看这台东里溪山风景区呢，今年2月时阵，互人发现有一只保育类的台湾山羊，互龙洞狗介入。迄当阵呢，这林保署是捌派人去甲监测，昨有人翕到这龙洞狗咧掠这只羊仔，而且佫直直要甲伊咬。动物防疫所是表示讲，即马已经有伫里溪山的南边放真侪人啊，希望会当减少龙洞狗的危害。台东市里溪山的山壁出现台湾野生的山羊，不过却是去互3只龙洞狗捉到走投无路，用跳的逼入去树林内底。不过龙洞狗要是一直加入，唔放伊煞。附近的民众真烦恼，这只野生的山羊会受伤。林保署台东分署表示，会加强巡视，卖协助管府来抓这龙洞狗。我们每天都在看说，那个狗，那个羊还在不在？不过羊它适应的坡度，狗是没办法过得去。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增加巡视的频度。那目前也已经架设红外线相机进行监测。今年2月，嘛捌有民众翕到里溪山野生的山羊去龙洞狗肉。附近的民众讲，这龙洞狗有影是真济，又搁捌甲民众肉，就甲伊扑倒。里长嘛已经有挂布条，请民众唔通甲因饲。因若台东县动物防疫所今年伫遮囥几啊卡笼啊，要来抓龙洞狗，有抓到3只。不过煞几啊届发现讲，那像是已经抓到啊，煞搁去互人放走的情形，造成要抓龙洞狗是真困难。明明应该有抓到，但是里面的食物都不见了，然后笼子是关起来，但是却没有看到狗在里面这样。民众讲，这只野生的山羊会当避过龙洞狗的攻击，不过唔知后一届敢搁有法度遐尔好运。公视新闻台东报道。